但是乡亲啊，这场的恶火就互人真艰苦咯，夺走着公孙啊4个人的性命。台南关庙4位家一间砖仔做的家厝啊，半暝啊3点火烧厝。这个厝边看到火烧，是一直拢门来呼救，结果只有厝主54岁太太甲59岁姐姐撞出着火场，也毋过因2人拢去用烟来砸着伤，其他公孙啊3地4个人。 包括61岁厝主、34岁后生，以及厝主12岁甲10岁孙仔，拢走无出来，活活消失伫个火窟。啊，这厝主的太太讲，真有可能是电线烧拍电。伫监视器的画面，当看到几台消防车赶到现场，消防队员赶紧灭火。 台南关庙4位家巷仔内底这间矮仔厝，半暝3点发生火灾。有听到小可敢若砰砰无多大声。厝边隔壁听到爆炸的声音，佮有浓烟冲出来，赶紧大声喊叫。我发炎啊，会弄啊，行前个弄，我发炎啊，火烧啊，赶紧就出来啦。厝主的太太和妹妹担心走出来，本来就伫外口等的救护车，马上赶因送病院，但是其他人都无遐尼幸运。就是屋主还有他的儿子，还有一对孙子。厝主61岁，因后生34岁，还有12岁和10岁孙仔，拢总有4个人不幸死亡。2个囡仔的妈妈接到消息赶到现场，护理涂骹一直哭。这摆消防队出动29台车，差不多100位的消防人员抢救。厝主太太伊讲，可能是电线走火，才会引起火灾。确定的着火原因，爱搁调查。